所以新鮮血液、新購房人群買入海欣，我覺得係比較少嘅。海欣係98年開發嘅，喺早期到目前為止，好多60後、70後改善嘅客群或者退休養老嘅考慮海欣呢個位置。但係我呢個視頻呢，想結合目前海欣嘅地段環境、適合嘅人群、學區同埋未來嘅發展，分享一下我嘅個人睇法。首先呢，地段位置，海欣呢，雖然佢唔算喺市中心嘅位置，但係佢出市區都好近。無論係走景觀路啊，定係長江路啊、南圍灣啊，好多路線可以連接入我哋中山城區，大概都係10分鐘左右，其實唔遠嘅。第二個，海欣大部分嘅地塊嚇，佢都係位於火炬開發區。而家我哋有翠亨快線啦，有深圳通道，喺海欣呢個位置去深圳寶安機場都係20分鐘，所以交通通勤呢其實唔差嘅。但係如果我哋居住喺海欣內部啊，咁就唔同啦，因為海欣區有13個區，佢有好多樓盤都係山路噶，特別是好似前邊嘅呢度啊，天娛咁樣啊，佢呢啲樓盤，如果你冇部小車，你出入都好唔方便。同埋你如果係要生活配套方便，你要麼就好舊嘅後院，又或者後邊嘅雅湖居啊、海欣飯燈啊等等呢啲地方，你周邊呢，你就生活配套會好啲。其他嘅什麼碧雲店啊、日出康盛啊、天娛啊，又或者以前嘅奧運峰啊、別墅啊，你住呢啲呢，你嘅生活配套係冇咁方便嘅。所以交通對內同埋對外都係一個雙面性咯。所以你話老人家步行生活嘅，有啲板塊組團係 OK， 有啲就麻麻地啦。第二個講下目前海欣嘅小區。成個海欣呢，大概係有13個組團，佢係分為洋房同埋別墅。別墅早期嘅有名門、奧運坊，後期有碧雲天啊、瑞士園啊、挪威森林等等，有聯排有獨棟。其實佢嘅價錢係好參差不齊嘅，但係基本上喺海欣買得別墅嘅，你聯排都要700-800，如果獨棟嘅係要過千。係而家樓市下行咁嘅階段喎，因為呢，其實佢呢度嘅屋佢係唔大間嘅，本身佢嘅屋。但係佢嘅地皮基本上都係過1畝，最主要買呢邊就係環境。好多客戶佢買呢度嘅別墅，基本上就係定位佢嘅終極改善。咁我哋講翻我哋年輕人適合買嘅商品樓啊，呢邊嘅商品樓呢都有好多個組團嘅，好似早期嘅海欣浩苑，到後期嘅海欣新城、海欣天娛、飯燈，同埋前段時間特價賣得好火嘅海欣雲頂，呢啲商品住宅呢。除咗海欣雲頂之外以前嘅基本上，如果你而家入手，你唔買套毛坯，你係好難入得到手嘅。你話睇佢個外立面佢呢度環境好好，但係你要諗清楚裏邊嘅裝修啱唔啱你。所以呢，如果買海欣嘅二手，我個人覺得你就要考慮毛坯為主，海欣新城、海欣浩苑呢啲就唔好考慮啦。目前嚟講，我個人覺得買二手有3個盤可以揀，天娛。比較筍嘅100個左右可以買到100方或者112方噶啦。第二個雅湖半島150到200左右買。第三個呢就係飯燈，一手就得個海欣雲頂但係海欣雲頂呢，我覺得就見仁見智，我會單獨出一個視頻同大家要講講。第三個就係學區，海欣其實佢個學區係唔差嘅。佢對應嘅公辦書包，除咗浩苑係讀長江小學，海欣大部分嘅地塊佢都係屬於開發區嘅。咁開發區呢，海欣板塊包括保利林嶼，佢都係讀渤海。渤海係2018年新起一間學校，無論係環境同埋社會口碑、老師嘅綜合嘅質素嚟講都唔差。但係你話要比起火炬開發區中心嘅火炬香暉苑中心小學可能佢係仲係會靠後少少。所以呢，喺海欣呢個板塊居住嘅，喺我認識嘅客戶群體裏邊呢，大多數都會考慮三欣中學，會考慮紀雅。三欣呢係民辦，紀雅而家係一個半民半公嘅，即係話你入咗戶，亦都有一定嘅概率可以讀到呢間學校。咁最後一個海欣嘅發展，我個人嘅覺得海欣呢，你話如果按照目前咁樣嘅樓市往上走嘅可能性唔係話冇，但係佢一定係冇市區走得快，因為而家90、95甚至00後出嚟買房，佢需要嘅係一個周邊嘅配套成熟。第二個可以滿足得到我哋小朋友孭書包，呢個係硬指標。咁我哋選擇書包，好多朋友都會揀翻去東區石岐又或者係西區鐵聖等等呢啲省一級嘅書包。
因為我啱先都講啦，海欣嘅書包係唔佔優嘅，同埋距離市區咧仲係要有10分鐘嘅車程，所以往後海欣嘅發展只會適合70、60，又或者開始退休嘅80後，佢會揀呢個板塊。同埋互認嘅得房率，海欣嘅樓係雅居樂早期起落嘅，所以佢嘅得房率一般都係得8%到9%左右。同而家好多產品有9%5%，甚至100%，又或者呢1-2年嘅新規住宅120%、130%嘅，佢係仲係有好大嘅差距。所以新鮮血液即係新購房人群買入海欣，我覺得係比較少嘅。咁總嘅嚟講啊，海欣呢居住係無與倫比嘅，但係如果你小朋友要讀書，又或者你要高得房率嘅互認，呢個板塊就要考慮一下啦。如果你係想一家幾口，又可以滿足我哋父母養老，又可以滿足小朋友嘅生活，我覺得可以揀一啲改善型嘅大互認，集中喺雅湖半島啦、海欣泛燈啦，又或者天娛呢3個二手盤要睇下嚇。而家咁樣嘅行情呢，係有比較多嘅筍貨嘅。好啦，先講住咁多先啦嚇，準備睇睇啲老細打波先，拜拜。